各位，现在要摆先检讨一下上昨日判决法通。虽然讲法通顺时结束了，不过还是希望大家做得提出无共用的建议，本下一摆嘅法通做得还较进步。嘅阿芳，先讲看下你嘅想法。哦，一摆嘅法通係画图，大家清晓嘅作品就当好，我要看到当多动奖嘅画。毋过吼，我知道啦，法通嘅重点应该毋单纯係艺术，相互交流要当重要。我记得建议吼，大部分嘅家长老生人嘅就会切卡发切卡嘅，无乜嘅交流。也係我知道吼，較打傷嘅地方啦。我認同。還係講做得試看看啊，音樂呢？音樂表演是要相互合作的。因我嘅想法吼，當好。不過唔係大家成年都曉得用樂器嘅。還係翕相呢？也愛天數細人嘅翕相，細人要做得天數也愛翕，大家認定翕啊。嘅翕貼以後呢，也應該一下就結束了啊。有乜嘅聲音？歹勢，我家啲煮水，等下。主任，係你來煮菜。煮菜？係啊，一套好嘅料理哦，看起來會好看，睇起來會香，味道會好食。大項事情哦，我懂神仙呢。煮菜嘅時節咯，細人呢同野外做得相互聽數。天梅上菜嘅時節啦，用細人呢啲盤嚟向做一種花。主任。你感覺做得嘛？聽起來哦，還算有創意啊！做得試看啊！歹勢，我做哪咧？會加講到哪？好，家下咧，大家看到咧影片底度吼，大家討論到吼，你來一記，挨尾來一記，討論到當熱烈吼，就佇原來判法通，唔係硬改。法通順勢來去判決過後咧，還是要來檢討，將做得本下一擺嘅法通判得還拿好。啲討論當中咧，看得到阿生哥、阿芳誒，還有了主音主幹吼，啲度愛講。相互聽數、相互合作，真係成功最重要嘅事情吼。故所咧，今日就來教大家咧相關嘅合法樣板形講。第一隻就係教大家順利嘅合法樣板形講咧，就係順時。你做得講順時，或是順時都可以。看到你嘅劇情地背呢，大家愛講到嘅就係，第一隻就係結束。事情那個判決咧，就是結束，結束。那我們就可以造一個句子啦，用順時跟結束相互對抗下，做一隻句嘅就係。活動順利結束了，法通順勢結束嘅，活動順利，把它辦完了，辦結束了，就值得掌聲鼓勵，眾賞來鼓勵一下哈。不過呢，一個其中呢，大家提了當多嘅意見，有的是好好的建議，合法用白形講呢，就係。建議，這個議呢，我們教了非常多次，有很多的同音字，比如說數字的2，建議的議，合法都按照議，一定要學會哦，非常難發音。所以我們來看一下，句子用白形抽嘞，希望大家能提出不一樣的建議。
希望大家做得提出无穷样嘅建议。希望大家做得提出无穷样嘅建议。好，在开会的时候，老板会希望大家穷下来提出自己嘅意见，本大家有穷样也係無窮樣嘅建議。嘅撒下來呢，嘅地位呢，阿芳啊、勝哥啊，還有主任就講到要互相交流，客家用排形講呢，交流。比如講，你做得來看一下呢幾個，互相交流也很重要哦。做唔得單人通馬，不可以單槍匹馬自己去做事。互相交流也很重要，相互交流咪當創業哦。相互交流咪當創業哦。要記得這個業這個音呢也不好發音，大家一定要把它記下來哦。除了交流、相互交流以外，我們正常來說，團隊底度大家傾下乜嘅合作，大家要一起合作，才會把事情做得完整嘛。合作，還記得這個合，那最後呢，一樣是收一個閉口音，合，再合起來嘅合作，兩個音呢都是入聲字，非常的短促。比如講，你做嚟看一下兩個記憶，用來講，音樂表演需要相互合作，互相合作都可以。音樂表演需要互相合作。音樂表演是要相互合作，音樂表演是要相互合作。有時候一整個音樂會啊，唔單止係一三人，有千多人共下來合作，所以咧，音樂會去表演好，係得三人都有責任咯。下擺咧就嚟學到要互相幫忙啊！客家用版型講咧，就係天數，數就是手掌的手哦，天數。比如講，你做得嚟看一下，一個記憶用版型講，小孩跟爸媽可以互相幫忙。成人嘅同爺愛做得相互天數，成人呢同爺愛做得相互天數，大家相幫相聽過後呢，將做得本事情有個完滿的結局哦。好，大家家下學到很多詞彙，不過今日學到的係名錄會議。名錄會議開會到最尾親密的時節，可能是要面臨一個問題，就係講大家愛表決提案，唔贊成也係反對，大家都有自己心中嘅意見。阿勝哥、阿芳嘅韓國主任、韓國同事佢哋都得會提出哪條意見愛表決咧，一下聽下來看一下了。